镜头所等的台湾，迎接2020年的元旦，北中南的升旗典礼拢真有看头哦。像这个台北总统府前的升旗典礼，特别邀请全国中等学校热舞比赛的冠军来跳舞热场。啊，中部里的梨山宾馆有全台湾上悬的升旗典礼。啊，那高雄来参加升旗的民众，要送你元旦升旗版的一卡通，要互全新的一年充满活力。人零人师跳甲有模有样，但是狮头一退落来，表演者竟然拢是外国人。每年元旦总统府前的升旗，都由这阵来台国际交流学生带来充满台味演出。很开心，我们可以给我们台湾的总统看我们的表演啊。府前的升旗活动对元旦当天的透早4点半开放入场，暖场表演5点就开始。除了人零人狮以外，南强港商歌舞团、启永高中歌舞团学生，嘛带来精彩表演。另外，桃园的升旗典礼。请来唱将柯武凯、周雅文演唱国歌，唱完参加竞走活动，行完专程也会当摕到礼物。若是中部朋友会使来到梨山宾馆参加全台上悬的升旗典礼，在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迎接新的一年。往南到高雄文化中心前的升旗典礼，要发送特制版的元旦升旗一卡通，对北到南元旦拢有活动，要让大家用满满的元气迎接全新的一年。